南汉处在南方傲热之地，还有五岭崎岖的天险，宋军都能够突破这些天时地利的障碍，像孟蜀一样把南汉给灭了。如果我军一旦跟宋动起武来，能有多大的胜算？不过是白白的牺牲人命。所以今天召各位来，是要大家想出一个委曲求全的办法。国主，委曲真能求全吗？国主，宋廷在意的是国主不朝，也许国主应该去一次。不能去呀！没错，国主，您千万不能到汴京啊！国主，臣受先帝顾命，受托照顾国主安危，臣誓死不同意此意。如果朕一个人到汴京去，能够保得国家长长久久，那倒也无所谓。就是怕去了只是上当，还受辱，那就毫无意义了。国主，那要不派一名亲贵代表国主去朝贡下？国主，臣弟愿代表国主走一趟，只是北朝要的恐怕不止于此。不止于此？那他们还想怎么样呢？我们年年纳他们那么多银子，难道还不够吗？国主，大宋屡来勒索，不该再让宋欲取欲求。臣知道林仁照有好的计。潘大人，您身体不好，您先回去休息吧。国主，臣关心朝政，臣希望国主能听朕都林仁照。知道，但是事已至此，国家兴亡不在一朝一夕。您先把身体养好，自然会有机会来报效朝廷的。厚德在。国主，把潘大人送回去。是。传太医给潘大人治病。是。我朝再也不能退让了。潘大人身体要紧，走吧。重用林仁照吧。潘大人，走。继续说吧，北朝到底还有何要求？汴京常有人来，说宋皇帝和晋王的打算，所望甚赦。赦到什么程度？臣不忍说。坦白说吧。这，国主，宋皇帝不愿意看到有别的国号存在。难道他要我们取消唐的国号？国主，臣请重用林仁照，勤修战备，以江南的富庶，百事可为，足以自保。国主，这可与咱们原来的意思大相径庭啊！国主，咱们原意是忍辱负重，忍辱负重啊，要委曲求全呢。国主，臣可以忍辱负重，对宋廷，不管是讨好还是修好，但愿都能讨得了好。不管是久安还是苟安，也要能保得了安呐。做臣子，他们都是为了朝廷设想，但是作为一国之主，朕必须为百姓设想。如果去国好，能够为我江南的百姓带来一线生机，为了保住祖宗的基业，再难忍，我们也得忍。从善，你带30万钱和20担米麦去吧。是。你这一去，只怕要留在宋廷当质子。你家里，我不在乎。家里，我也不说了。六哥，
小弟知道做国主的难为，臣弟到了汴京之后，会百般忍让，请国主放心。是六哥对不起你，六哥会想办法尽快把你接回来。多谢六哥。江南进奉使李从善叩见上邦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你是韩王，是唐国主的七弟。是，国主在家行六，臣行七，一母所出。虽是一母所出，但是你可要比他勇敢的多了。朕屡次邀他前来，他就是不来。他是不愿意，还是不敢呢？启禀皇上，敝国主身体向来虚弱，不宜远行。但是国主为了表现他对您的诚意以及对皇上的忠心，国主已下诏自动取消唐的国号，而后唐不再是国，仅是江南地区。唐国主改称江南国主，唐国印改称江南国印。臣上表，请皇上日后所召，直呼国主之名，礼遇即可。好，朕欣然接受。李煜自去国号，虽然是对我朝尊崇，但是朕仍遗憾他不能够亲自前来。朕不过是想跟他建立友谊，朕不知道他怕什么。你先在汴京住下吧，让晋王好生的招待你。谢皇上。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韩王啊，你这次可得要感谢晋王啊！你看，人家吴越的进奏使比你早来好几天，而且带的贡品也比你们丰盛的多呀。可他连晋王的面都没有见到，更别说见皇上了。多谢赵大人和晋王，从善是感激不尽啊。哎，之前皇上说呀，他对江南和吴越是一视同仁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吴越的国主已经来京多次了，而你们江南的国主却一次都没来呀！我们二人只不过是想早点提醒你，让你知道皇上心中的遗憾。正是。是，下官会给国主写信。好，哎，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，要彼此关照。今天我在府上特意为你设宴，请吧。多谢晋王。走吧。晋王请，晋王请。赵大人请。好，请。夫人，皇上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辰出来打猎呢？我听说黄昏的时候，百兽都出来喝水，而且这个时候昼夜转移，阴阳交泰，就算见血光，也不会上干天河。夫人到底是当过一国之妃呀，懂的东西还真不少。就他懂得多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就他懂得多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走吧。据史书上说，秦失其路，天下共逐之。朕每次行猎，都能感觉到这句话形容的真是太妙了。这支路已进入了皇上的为镇之中，当今天下已无人能和皇上争逐了。皇上，路在那儿。皇上，各位，今天本王给大家露一手，今晚设下此路，为大家助兴。这，撤！皇上请。来，朕敬大家，大家共饮此杯。谢皇上。来，吃。哎呀，好，来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啊！来，慢上。晚上。
自为王。夫人，母您在跟奴婢说话吗？没有。此情此景，让我想起汉高祖宠姬戚夫人的一首诗。那就请夫人念得高声一点儿，也好让奴婢长长见识啊。子为王，母为虏，终日冲薄暮，常与死为伍。相离3000里，当谁使告汝？常与死为伍，奴婢还以为是什么宫中艳词呢。那戚夫人不是宠姬吗？为什么她写的诗这么悲哀呢？我来告诉你吧，其实道理很简单。自古以来被皇帝宠幸的公姬和爱姬，只不过是被人玩耍的功绩而已。你给我滚开！给我滚！你信不信，本王连他也一并拿下？夫人，现在可就剩下我们2个了。皇上应该就在附近，只要我一声喊，他就会来。哎呀，会怎么样呢？他是会来英雄救美，还是来看你出乖露丑？夫人，你想错了，皇上他是我哥哥，亲哥哥。你认为他是会罚我，还是会罚你呀？再说了，本王知道你聪明，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你应该明白的，所以你根本就不会喊，对吧？啊！站住！哪宫的？腰牌呢？拿出来看看。我忘带了，我现在去拿啊！哎，小玉，你怎么了？失魂落魄，跟见了鬼似的。救救我们家夫人吧！救救我们家夫人啊！她怎么了？有人闯到我们帐篷里了。哎呀，本王喜欢的就是你这样的女人啊！我告诉你，也真是奇怪了啊！你说说，就算是弱水3000，本王就想喝你这一瓢。就算是你是一瓶烈酒，一匹烈马，本王这次也喝定了，吃定了。别这样看着我啊！谁？是谁？谁这么大胆？你说呀，小玉！你不说，我就去告诉皇上。小的看还是别去的好，否则这件事情张扬出去，恐怕见阎王的第一个就是你家夫人，其他的知情人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晋王，晋王请。夫人，这个畜生！小玉，快去拿药箱。别去。可是夫人，皇上看见了伤会追究的。你这伤不是10天半月会好得了的。皇上要是……皇上，你以为皇上会因为我而伤了他们兄弟的感情吗？说不定正因为这样，还把我送给晋王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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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呀！华丽夫人治病了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
见皇夫人上。怎么样了？好，快起来吧。太医，夫人的伤势如何？夫人没什么大碍，只是皮肉之伤，微臣立刻开方，旬日可愈。另外再开几贴独参汤，给夫人调补调补。是皇上。快去。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？半夜里怎么会坠马呢？都是臣妾不好，惹皇上担心了。臣妾一时兴起，想骑马踏月散心，没想到马是火畜，再驯良也还是有烈性。朕从小就与马为伍，到现在还不敢说十拿九稳呢。以后骑马要多加小心一点。是。让朕看看你的伤势吧。啊，没关系。夫人，你好好的调养。朕希望你的伤势能早日痊愈。让皇上担心了。皇上，臣已经看过了，那匹马是被人戳伤的，而且看伤的位置，好像是被骑的人故意伤的。让朕看看你的伤势吧。哦，没关系。华蕊夫人不肯说，一定是有她的苦衷。皇上，臣只是想不明白，华蕊夫人为什么要故意坠马呢？想不通就别想了，把马给杀了，这事儿千万不要传出去。是。进马。皇上有没有说什么？皇上把那匹马杀了。他没有怀疑什么吧？应该没有吧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委曲求全，我已经对不起从善了，如今我还要对不起林仁照吗？奇迹之奇就在于臣带兵过江北上，以寿州为根据地之后，请国主立即通知宋朝廷，就说臣举兵叛乱，请宋皇帝遣大军围剿。此计若成，将来臣归国受赏；此计若不成，国主请尽诛臣之家眷。爱卿，为了江南百姓免遭战火波及，朕只好如此做了。陈大人，国主不能调我离开水师啊！一旦宋军挥师南下，我还能挡一挡。国主这是错误的决定。我知道，我本来也希望朝廷能够加强军力，可是国主一直不愿意和宋廷起冲突，他希望能避免战事发生。有些仗是非打不可，我要见国主。哎，林仁照，国主已数日不上朝了，他不在宫中。不在宫中？那他在哪儿？他和几位大臣在青山寺闭关祈福。施主，林仁照前来谒见国主，请师父带路。国主在闭关，此事非常重要，请师父务必转达。是。跟着。是。是我。
国主还在里面闭关大战，咱们能会客，把他回了。是。快，要出大事了！快点啊！撤！将军，已经等了数个时辰，咱们还要等下去吗？大人。师傅，救命啊！师傅！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佛门圣地，你在这儿动刀动枪，眼里还有国主吗？你李仁照，住手！国主，臣已经在外等了数个时辰，实在情非得已，请国主见谅。臣有要事，非以此手段兵谏国主不可。李仁照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胁迫国主！你这是忤逆犯上，一律当斩。你想杀谁？国主是为国祈福，你不要命了？退下！是，不可惊扰国主。国主，臣冒犯国主之处，臣自愿领罪。但臣有2个请求：一，请国主收回成命，请勿将臣调离水师。臣守南都，可防宋军越雷池一步啊。2，请国主不可佞佛。这个和尚乃是个妖僧，假佛陀之名魅惑国主，祸国殃民。请国主准臣杀此妖僧。国主太过佞佛，以有用之才养无用之人，不仅浪费公帑，甚至腐化人心。请国主即日下诏，不以公帑养僧，请以养僧之金养兵，以充实国力，增强国防。够了，回宫再说。多谢国主。国主，恭送国主。好你个林仁照！当年周世宗革新积弊，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毁佛废寺院，令僧尼还俗归农，增加生产人口。西毁铜佛以铸钱，改变了5代以来钱币的匮乏。国主，多一个佛徒，朝廷就会损失一个丁南的赋役。您为佛门浪费了太多的心思和银两，恳请国主以家国为重。国主，潘佑大人，朕不是让你安心在家养病吗？国主，臣的病好多了。臣听说林仁照兵谏，这是何等的大事，臣能不赶来吗？你来的正好。林仁照携带兵器属下，威逼国主直言犯上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再有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也是不可取的。再说了，国主闭关也是为了全国百姓的福泽，此等臣子死有余辜，不杀之难以尽孝游。国主，国难之秋，林仁照忧国忧民，心急如焚，请国主体谅他一片赤诚，恕他无罪。国难之秋，人人都心急如焚，难道心急如焚就可以目中无人了吗？国主，您要杀臣，臣无怨言，但也请国主听臣把话说完。国主，我朝与宋朝的疆土虽然以长江为界，但是两岸百姓原本可以自由往来，交通无碍。可最近，北朝下令禁止商旅过江，亦不准百姓沿江樵采渔猎。这种情况不寻常啊！最近有商人向末将密报，说宋朝廷造了数千战舰停在京南，臣有10成把握，他们造这些战舰是为了伐我江南做准备。请国主下令，准臣将这些战舰焚毁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如果宋廷以这当借口讨伐我们呢？那我们跟南汉不是没有什么两样了吗？朕把你调职，就是担心你的冲动。朕怕的就是你轻启战端。国主，可宋的战舰就在那儿啊，我们不破坏它，它将来必成祸害，不可不防啊！国主，您将臣调走，万一宋军南来怎么办？
谁可接替臣？有谁能比臣更了解我江南水师啊？你这是危言耸听，老是拿宋军当借口，搞得我们人心惶惶。宋伐孟蜀是因为孟昶妄自尊大，企图勾结契丹；宋伐北汉，那是因为北汉跟他有世仇；宋伐南汉，也是因为南汉先侵入了宋。我们代宋既没有野心，也没有占他便宜，他为什么要伐我们？哼，就算宋皇帝有这个野心，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小心翼翼，不要挑衅他才是？哼，你把国主与孟昶、刘昶相比，你的心思就是不正。国主，臣这是未雨绸缪啊！许攸，你可以带着国主念经拜佛，但是你绝不能把国家带入亡国之境，只求摇尾乞怜，小心狗权。你自己没有一点骨气，这国家能强得起来吗？能强多久啊？国主，狗权只是一时，国家要长长久久，一定要靠我们自己防御啊！您让这种人带您去听和尚谈佛说法，还不如听听林仁兆的强国之法。朕正是以家国为重，才要信佛。佛门讲慈悲，讲感化，讲与人无争，这也是合乎圣贤垂训。卢将说，要灭吴越，以立国威。林仁兆也说过，要收复淮南，要焚毁宋廷的战舰。可在朕看来，那些提议都是赌，是赌最后一把。赢了固然欢喜，可要是输了呢？朕不能给宋朝廷带来伐我江南的口实。孟蜀和南汉的阴间不远，他们全都是先自寻祸端，国家在短短的2个月之内就灭亡了。赵匡胤虽然有野心，可是只要我朝能够忍辱负重，视他恭顺，先换取他的善待，那我们大唐就有更长的喘息的时间。也许佛祖保佑，到时情况改变，对我们有利也不一定。朕勤拜佛，不只期望佛力保国，更祈求以佛力超脱内心，获得坚韧的力量。不管怎么样，臣妾都支持你。你不是有事要跟朕说吗？韩王的妻子今天又来了，他想问韩王什么时候回来。他不能回来了，对不对？要是他妻子再来问臣妾，臣妾该怎么回他才好呢？你就告诉他，朕会写信给宋皇帝，请他早日让从善回来。江南和吴越这2个地方，与南汉、北汉截然不同。只要他们能够保境安民，那子子孙孙就可以常享富贵。是，多谢皇恩。从善啊，你不介意朕直呼你的名字吧？啊，朕是把你当做自己人呐。是，皇上视臣为自己人，是臣的荣宠，臣多谢皇上。你来此许久，朕还没有给你封个爵位。这样吧，朕就封你为太宁军节度使，将来去镇守山东兖州。镇守山东兖州，那就不必留在汴京当人质。你觉得如何啊？臣领赏，臣叩谢皇恩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
节度使李大人要出镇兖州还没那么快，要不要给他在京城找个房子？那是当然了，你们就帮从善找一处合适的房子，如果找不到，就在汴河旁找一块地给他盖一栋全新的。臣遵旨。不，皇上，臣随便一间小屋就可安身，不必浪费朝廷的公堂。你还没有上朝，就已经想到要替朝廷节省公堂。有你这份心意，那朕更要替你找一个更好的、更舒服的地方住下来。这件事就交给晋王去办吧。是，臣遵旨。皇上，要不要多盖几栋？行，你去办吧。哎，皇上，臣斗胆，臣在没有出镇兖州之前，可否先回一趟江南，告诉妻小，以免他们挂念。出来这么久了，想家也是在所难免的。这样吧，朕就下诏李煜，把你一家大小送来，让你们全家在此团聚吧。我都回不去了，怎能再让他们来？啊，皇上误会了，臣之妻向来凶悍，能远离他，臣求之不得，又岂能再将他带在身边呢？好吧，你怎么说就怎么好，随你的意喽。是，谢皇上。赵普参见皇上。这是江正从江南托人呈给朕的一封信，你看一看。敢兵谏李煜，这个人肯定是一员猛将。林仁兆，臣知道，此人小名叫林虎子。听说他浑身上下，从前胸到后背，请高将给他赐了一头白额金睛老虎。此人年少投军，屡立奇功。江南元宗在位时，他就获拔为节度使，将重兵镇守武昌，而且是专为抗宋。此人要不除，臣担心将来定是个祸害呀。好，你设法去把这个人的画像弄一张来，朕倒要看看，这头老虎到底有多么的凶猛。臣遵旨。还有，朕近日来诸事烦心，你去安排一下。下个月，朕要到山里头去静思个几天。如果没有大事定夺，就不要来烦朕了。臣明白，臣这就去办。哎呦，就林仁兆这神韵，你掌握的还真好。画人像重点在这人的特色，我跟林仁兆这么熟，他的一举一动、一个眼神全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大师，你就放心吧。请。刚才朕已经巡视过金明池的水师了，这宋延沃把水师督训得极好，船舰也造了数千艘了，现在就等朕的一声令下，我大军就可以渡长江下江南了。皇上，江南国主李煜一向恭顺，此前不久也才遣胞弟从善来京，自请薛国号，贬王位，且岁岁来贡，对朝廷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敬之处。皇上，他和那些荒淫暴虐的刘昶、孟昶大不相同啊！好了，朕看你是佛门待久了，吃素吃多了，真的生出慈悲心了吗？还是你弄假成真？你忘了当初你是为何潜入江南的了？贫僧没忘。没忘最好。朕不是不能容李煜，这是国家一统的千秋大业，而不是个人恩怨。朕是以战止战，盼望的只是一战成功，从此天下就太平了。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？贫僧明白。朕一直按兵不动，就是顾念着江南百姓，想给李煜一个机会。只要
他肯奉诏北上，这场仗也不一定是非打不可的。但朕为国为民，就不能不做两手准备。这就叫止戈为武。江正，贫僧知错了，皇上，还是您明鉴千里啊。算了，这不关你的事。哦，对了，你拿的是林仁照的画像吗？贫僧特地为您送来。朕下个月初3想到山里头去静思几天。如果你想来的话，就过来陪陪朕吧。是，皇上恩宠，贫僧一定去。佛祖，因佛法无边，广被众生，弟子李煜忝为一国之主，不能不为黎民百姓求佛庇佑。今日神州板荡，大宋士气国威，蚕食鲸吞，眼下江南诸侯就剩下我江南和吴越了。佛祖，弟子以仁善立国，与孟昶和刘昶不同。弟子从无逐鹿天下之心，但求拯民于水火。佛祖，请您慈悲，成全弟子一片诚心。贫僧参见国主。大师，两国之交贵在相和。这些年来，朕一心以小事大，忍辱负重，总不忘以苍生为念，不愿轻弃战端。但北朝亡我之心却不死。朕不愿意伤人，又希望家国得以护佑。朕真的不知道，除了求佛，还能做些什么。国主，贫僧以为，要说求佛，不如说学佛。学佛的勇敢、无畏、放下、坦然面对。在佛的揭示之下，当困难来临的时候，我心能平静，不逃避，和勇敢承担。大师，朕该放下的是什么？该面对的又是什么？放下的是身段，面对的是灾劫。国主一定听说过佛陀在80岁高龄的时候，独自去阻挡毗琉璃王大军的故事吧？但是，佛陀的国家，最后还是亡在毗琉璃王手里啊。他又何必多此一举？这是慈悲的揭示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是虽千万人而无往矣的勇气。国主，贫僧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，大宋皇帝过几天要到山中小寺住几天，您要不要去跟他见一面，请他高抬贵手，放过江南，与您和平相处，使江南免于干戈。要朕去见他，求他。是，犹如佛祖去求毗琉璃王退兵，贫僧愿陪同前往。明天就要私下去找赵匡胤了，这一去，会不会？不能让佳敏知道，免得他瞎操心。国主，都这么晚了，您还要走？您还有事吗？没事。
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欢愉在今夕，燕晚积粮时。征夫怀远路，岂是夜何期？残尘皆已没，去去从此辞。这是汉朝苏武的古诗吧？努力爱春花，莫忘欢乐时。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臣妾都不念了，你还念？什么生也死的？这是苏武出使匈奴时写的。你又不去哪儿，干嘛好端端的念这不吉利的诗？朕是看到你的头发，让朕想到这首诗。恩爱夫妻，生离死别，真不容易啊。你又说什么生离死别？臣妾一辈子都不要跟你分开，臣妾要永远跟你在一起。好了好了，朕不说了。人生苦短，能够当恩爱夫妻是多大的福分。朕也舍不得跟你分离啊！啊，没想到在这山顶上，还有这么庄严肃穆的寺庙。是啊，扩建以后显得更加气派了。这座寺庙，想当初，朕在韩威时，就曾投宿于此。每当朕国事繁忙之际啊，朕就一定会想到这里来静思几天。以警惕自己，勿忘初志。夫人，所以朕也想带你到这儿来看看。夫人，请吧。朕曾经梦想，要带着她漫步在山原水边，在城市楼阁，在天涯海角，在这世间的每个角落。可是，他却做了另一个选择。那皇上，你岂不是很伤心？这件事的确让朕尝到了心痛的感觉，那真是心如刀割呀。几年之后，那个人竟然不珍惜她，还移情于自己的姨妹，而且做了一首糟蹋他的词。他是朕这一生用生命来呵护的爱，那个人怎能如此呢？朕即使到了95之尊之位，也挽救不了这个遗憾。就连朕要替他讨公道，要罚不罚他江南，都左支右绌，顾忌连连。罚他，朕又贪心，别人会说朕是假公济私，挟怨报复；不罚他，也要防止别人说朕是因私害公，放弃一统江山的大业。皇上这份深情，让人很感动。朕常常把你想成他，拿你替代他。朕这样做，对你太不公平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只要臣妾真的能替皇上分担忧愁，臣妾不在乎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朕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啊。国主，
驾。益其田畴，薄其税敛，民可使富也。食之以时，用之以礼，财不可胜用也。皇上，您是不是听了很无趣啊？要不臣妾去找本趣味杂文，臣妾读了有趣，也给您换换口味。也好，去吧。站住！贫僧是皇上召见来此讲佛的。大师，请。请。贫僧江正拜见皇上。李煜，江南李煜拜见上邦皇帝万岁。真的是你？你真的敢来见朕？江正，你下去，叫禁卫军通通在下面守着，谁都不许上来。是，贫僧告退。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有什么话，尽管说吧。李煜信佛，知道佛国有一个故事。佛陀的祖国释迦族被毗琉璃王灭掉之前，释迦族的国王独自挺身出城去见毗琉璃王。他要求毗琉璃王给他族人一点逃生的时间。他说：“我的要求不多，只求你让我潜到水中，在我浮出水面之前，请允许我的族人逃离。”人潜入水中只不过是片刻之久，他又能救得了几人呢？毗琉璃王就是因为想到了这点，所以答应了他。释迦国王二话不说，就跃入了水里，一直到全城的人都离开了。毗琉璃王发觉情况不对，派人下水探查，才发现释迦国王将自己的头发跟水底的树根绑在了一起，以气绝多时。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朕，你要做释迦国王吗？为了江南，李煜不惜一死。只要上邦皇帝能够放过江南子民，李煜愿做释迦国王。好，你的勇气令人感动，但是你不应该在这里跟朕见面。要求朕，就到汴京去求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朕是上邦的皇帝。你给朕听清楚了，只有朕跟你谈条件，你没有资格跟朕讨价还价。朝臣都不应该有私交，更别说你跟朕。这种国家大事，岂能在此你我私下论坛？没有路事，谁都可以说了不算。你得大大方方，正式到汴京去。在这里，朕什么都不会答应你的。国主，四小僧寡无人伺候，今夜就委屈您在这儿多住一宵了。皇上，寺里师傅煮了薏仁桂圆粥，您尝尝。好，放这儿吧。皇上想事情，那臣妾先告退。等一等。皇上，江南国主来了。江南国主。他为了保住江南，不惜冒死前来见朕。此人真是有胆识。那皇上您答应了吗？朕早已经答应过娥皇，对江南不会兵戎相见，
而是，李煜他却没有保住娥皇。朕对他始终是不能谅解的。臣妾倒是听说，江南国主跟娥皇情深似海。那些都是传言，谁又会知道呢？你愿意去见李煜吗？我如果你不愿意去，朕也不会勉强。朕只是想知道，李煜对娥皇到底是真的多情，还是早就已经情浅意薄了？谁？娥皇，真的是你回来了，真的是你，娥皇，一定是朕的思念跟哀伤，感动了老天爷，才让你重返人间，来与朕短暂相聚。娥皇，你知道吗？朕每每见到你，扑过去都是一场空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真实过。你知道朕有多想你，朕再也不让你走了，再也不让你走了。国主，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，你认错人了，你认错人了。你这么快就把朕给忘了？国主，我是蜀中孟昶的妃子，我不是你说的娥皇。我早听说国主对娥皇情深难忘，如今总算见识到了。但是请你相信，我真的不是你的娥皇，我是随大宋皇帝来的，人人都叫我花蕊夫人。你是花蕊夫人？不可能，不可能会有人长得那么相像，不可能。你是爱赵匡胤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回到他的身边，你对朕失望了，是不是？朕没有减少一分对你的爱。难道国主没有听佳敏小姐提过我吗？好，好，你是花蕊夫人。那朕问你，你在宋宫快乐吗？赵匡胤他对你好吗？他们有没有人为难你？我只不过是个降妃，一个国破家亡的臣妃，再次不过是个猎物而已。快乐啊，快乐早已不是我所去想之事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儿呢？花蕊沦落于此，早已是个躯壳，不会再有思想，不再抱信任，更没有抱任何的希望。你可以信任朕，不管你想去哪里，朕都可以带你走。
国主，我不是你的娥皇，你不必为我冒这么大的险。要是被大宋的皇帝知道了，朕不管那么多。不管你是娥皇，还是花蕊，朕都愿意带你走。要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走。国主，她不是昭惠娘娘，你可千万别糊涂啊！是啊，国主，哎，你可得想清楚，这后果您是知道的，我们3个都得死啊！朕很清醒，朕已经估算过了，赵匡胤这次带的侍卫并不多，只要我们小心谨慎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国主，这是上天给朕对娥皇的弥补。如果朕不做，即使让朕拥有江山，朕一辈子都不会安心。可是国主，好了，朕的主意已定。如果你们不敢帮忙，朕一个人也可以带他走。哎，国主，国主，哎呦，这都，哎呀，这。出发！国主，一个都别想走！不干国主的事，是我心甘情愿跟他走的。你们要抓我走好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李国主他……你做得很好，这里没有你的事，下去吧。是。如果李煜没有会错意，这摆明是个圈套。皇上要李煜露丑，不管这是不是圈套，你堂堂的一国之主，为德不修，竟敢诱拐我大宋宫人潜逃，你可知罪吗？请皇上开恩，这不能怪国主，因为花蕊夫人和赵惠娘娘实在太像了。皇上开恩，国主是因为太思念赵惠娘娘了，所以才会一时糊涂啊！住口！让他自己说。李煜不认为有罪，但也无话可说。有罪无罪，朕自有定夺。朕只是想知道，在你心里，是真的把她当成娥皇了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是有一点痴迷，我以为是娥皇再回来了。可是到后来发现，她只是形貌酷似，并非一人。那你为什么又愿意冒死带她走呢？娥皇若能再世为人，李煜虽死不憾。来人！皇上开恩，开恩呐！御前侍卫听令，皇上备上顶车马，护送李国主到江北驿站，不得有误。遵旨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皇上为何不加罪，反倒派人护送呢？花蕊夫人的确是朕的试金石，是朕用来试你对娥皇是否真心。你既然有情有义，朕又岂能刻薄寡恩？走吧，这次朕饶了你了。娥皇是我的妻子，我们的感情不容亵渎跟试探。臣妾叩见皇上。哎，夫人，快请起。朕要多谢夫人的合作。皇上就不怕臣妾真的逃走吗？哈哈哈，
你要真的想走，朕又怎么能留得住你呢？朕要多谢你的帮助，让朕知道了李煜对娥皇是真的有情。更重要的是，让朕找到了一个可以原谅李煜的理由。要原谅一个人，是多么的不容易啊！尤其这个人曾经伤害过你最心爱的人。国主，请容小的多嘴。那花蕊夫人，她不是死去的赵惠娘娘，您千万不要犯糊涂啊！那小的去给您换杯热茶。娘娘。我问你，国主是怎么回事？没有啊，没怎么回事啊。你敢骗我？没有，您是娘娘，小的怎么敢骗您呢？那我问你，国主为什么不开心呢？还不是因为国事啊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再问你，你们上次消失了好几天，到底去哪儿了？您是说国主到寺庙里闭关呀？不是，是另外一次。那是去秋季祭典的事？不是，是这一次，前些天，国主微服出门的这一次。哦，是这一次啊。还不是因为国事，去向一些乡野高人请益。乡野高人？可是为什么国主回来之后变得这么郁闷呢？国事这么艰难，北朝又那么逼人，谁能不郁闷呢？真是这样？真的呀，小的说的句句是实话。那我怎么觉得他……算了，